而家坐開呢個足之寶之後咧，又改善又明顯啦，慢慢改善都冇咁痛咯。個頸就冇咁掹咗咯，舒服好多咯。我係 Cindy Wong，來自怡保北針。我係 Michelle 來自怡保。我姓陸啦，叫阿玉，嚟自巴金。還沒用足之寶之前，身體狀況如何？1年前係坐骨神經痛咯，未用之前咧就頸掹掹咯。我會夜晚好醒瞓咯，走去一早起身就會手痹。我想樓梯個膝頭哥會掹痛啦，腳趾會跟痛咯。用了足之寶幾次，感覺如何？第5次啊 ，OK 啊，良好啊，慢慢改善都冇咁痛咯。因為一用嘅時候係腳底痛啊，腳底反應先嘛，好痛嗰隻係跳上嚟嗰隻。用開第5次，個頸就冇咁掹咗咯，舒服好多咯。而家坐開呢個足之寶之後咧，又改善又明顯啦，又比較好瞓啲，手又冇再避開可以，腳跟咧就鬆開好多咯。會介紹給身邊的朋友嗎？會大力推薦啦。呢個足之寶對我同事幾好啊，我會介紹俾佢。咁我當然會啦，將咁好嘅嘢介紹俾佢。